奉千岁上公之命，今后官员令文明上层，一既往更不受理。各位大人，不必论诵圣经。千岁爷吩咐了，杀有人广州门路营私无比，绝不宽容。大总管，下官李学生也十分正常，请大总管尊称千岁爷来听。李大人，请到内厅退茶。谢大总管，谢大总管。如来是子大总管，下官也有身份，请大总管尊称千岁爷。你也到内厅等儿。大总管，下官也有身份金榜题名天下闻，领取官军看复成，想不到一部衙门四春官，吩咐金相刘福林。学生到自取，送了这样大大的一份厚礼，千岁爷十分欢喜。沈元帅他过七品元令，实在太小，命我另替他照顾委屈。可是礼部应空缺，这便是何是好？辛苦今日李救生，这就并量太守，他来领取官品。若是李救生，他来领取官品。哼，我说死你！哎，你方才是你姓李？姓李，叫什么生的？叫李救生。哦，叫李救生，妙啊！李救生，李学生，你是自差去要这分，官兵上居日有比家不同。许多日银两自负我要谁？你委屈吧，不要再来了。这是为什么？云梁太守已经有人了。云梁太守明明是我，怎会另有他臣呢？不错，原本是你，只是你缺少在官，千岁爷这个另为他臣了。我要面见千岁。等等，我有千岁爷的准许，宰相也不管敲门。天下竟有这种事！救生兄，
年兄。可年兄正身，莫非受了委屈了？李年兄，千岁把我平凉太岁的官名发给批成了。啊，年兄，你死我这也，莫非你上下左右忘了通用一下了吧？哎呀，这下你可吃亏了哦！李大人，李学生，学生在，官兵在此，请接着父神祝你的平阳太守去吧。我要面见千岁，用乱棍将疯子当了出去。李君生该臣，李学生。为天下，不会南朝滚衙门，问前问后，出自罗漂泊异乡，家难
本。你们既离只有失去娘亲，此今有家。不必，你可不可以屈身的调养妻子去为好弟弟？弟弟歇歇去吧，歇歇去吧。做到我弟弟官位于死谁当朝，被为当应下天牢，把两金子锁在民心，不送到民不报。大女菩萨多保佑，保佑我弟弟平安在我乡。无法说来。哎呀，弟弟病死深重，这便是何时好？弟弟，我们在想象得知举君不杀。弟弟，那你快想来。弟弟，你快求来。菩萨在上，清清弟子李素斌，见人做。
岁早已频频交迫高府门，怎样本？几句你是非知苍生，到来日总是鸟语诉今生。姐姐，你看这是什么？妈妈，你看呀，看呀，姐姐嘞。红的朱砂真灵灵啊！姐姐，快呀，快呀！弟弟，沈慧儿清茶。哎呀，弟弟，这是哪里来的？姐姐，我老实告诉你，这包金子是我放在这里舍得的。舍得的？是舍得的。放着有一少年书生，竟要背过谋杀，不想这日把这包忘记在这里。哎，姐姐，正好请我们的准备之际。凤鸣，你怎么做出这样的事来？姐姐，我怎么了？你怎么不追上去挽救人家？这功不上了。你去捆绑那位书生出门，怎为追棍不上？证明是有意独上天才。姐姐你，哎呀，弟弟，你怎么忘了弟弟平时给我们讲的故事了？现在不是家来生，此时不应他先进。唐朝越过陪丞相，早年潦倒也穷困，使得今代风官臣，再想不起赵明君。功名啊，是与理想好自相，辛苦经历去同去的。姐姐，我没忘记这些故事，都是为了弟弟呀。我虽是要放到知道，不见那个名字草，因可老随着的先人，功名心里是道家。若杀绿林要不尽，若追门路宁不到，地上有子大良机。衙门办事了，这就更不得了。弟弟跟着我美国岂肯因为去讨，宁肯平地吞土苗，也因自己是把我自标。书生bien之用，你良心无才，是天理真法。天理良心，弟弟虽穷，你虽然我你讲过天理，你虽然我你讲过良心。天理终于上颠倒，良心早被丢弃了。我弟弟魂不拢在丢上，那如今一路是草吹红包。今日我非三界，今一报，真是天理不能饶。是，哼！弟弟，弟弟，
凭借此经历，他年不完离家门，离了京当兵衙门铺兵路，与我比身家不为不为。你把文字平上的教诲都忘记了。我也为了你呀，弟弟别怒设计并不美，拼得好，俗人贿赂身在自述留他你同城于是层层儿眼空夫妻有他俩凭歌地图用错背，为什么？为什么？今日努力有提醒，责任贴在思绪灰，人生责任要把浪在我须平衡，岂能够推过你的出双腿？今日回复将你当一个，他是放了袜子就为袜子。可曾见到我是落在此地一个宝郎吗？大伯大姐，你姓什名字？是了宝郎，哪个部分？我叫沈奎，宝郎之中有一不良金子，还有所幸一封。这金子乃是替父所采的性命钱呐！你就是沈奎，不仅宝郎在此，弟弟，多谢恩人。这是你怎么说这是性命钱？这真是神界机缘呐！红开个明朝，为官转转起笑，我不上奔他当一少，反被自饮下天牢，刘金福所敬一刀良心不送情，命不保。刘庆见
金子树，家父孙儿太，祝贺既生父子爱。弟弟，弟弟，
明了吧，这些啊不是借的，不是借的，是买。买？是啊，姐姐买，是真的，姐姐你是要姐姐啊！我姐姐不能买。哎呀，吃了也谁听掉，吃了我谁肯吃二不两他，就是买他嘞，不管不是为了你们好。姐姐不能买，小弟弟，小弟弟，我家是开宁土的好生家，我买他去啊，以我女孩之话，你尽管放心就是啊。我家里三辈娃儿在相扶，也是金钱巷子人的开衙门。我没他去，是我闺娘的过，娘名字真郎情，娘的是鲜花，教育人须知是姑父。你们记得儿孙啊，好好的谈谈，快安顿一下，我到那边歇歇去啊。我姐姐不能买，哎，好的，我姐姐不能买，这样妈妈啊，姐姐，我不能买，要买买我，要买买我。
都是穷苦苦尽有心来生跟你二八两，翻出你翻出你头是断冰凌既不能再把斯文镜子变，方是几十年苦涩暗藏心，只要你到死去伤心，我做女做马不愿意。亲自随子里真叛逆，随着宝剑与金牌，辞了那女君子的奸臣，老铁子菩萨的上此青天老几次。
自埋生命击鼓唧唧，美生命，一哭无泪，恨悲深。我今日随地地官于上命，我今日随便我姐姐去美生，美生因许我你，他叫我原谅此故居上京。姐姐一品行，梅花顺日连得尽。不为姐姐一品行，金水本方更相闻。不为姐姐一品行，事业自己忙尽。不为姐姐一品行，生死患难自己生。遇到要挂黄金银，顶上通婚不留情。遇到要挂黄金银。天下屯官多留情，姐姐，
去妈妈在等我3年等。什么等3年？姑娘，我们满目成家，靠着奋斗过活，怎能等得3年啊？妈妈，调动了些精力，这也整不起来的，我何必要等3年呢？妈妈，3年之后我可以30了。妈妈，我家要永远动手，这个3年更当兵，经济4万年经翻，时时出户又更生我立志，我做厂女做才女，卖人又是多光阴，就是一个人发娘，敢问一片发良人，3年之人还不等我回你，少女该不见花情，你这一个13年到也不认我这一个莫讨女子不是生。什么？你这是卖事业不？3两分你就分一片，把您3两，亏你说得出口呀！不怕人家掉掉牙齿。妈妈，你看，这是我3岁所写梅花传的。妈妈，这是我的生日公章。妈妈。一时正132年，故事有个才女叫夏桃云，今日是不会出过李寿平，看来是阿妈今年将红运，才分却上京门，才女出在原
夫妻好，那谁好吧？别妈妈，这是我与娃才信，这是3年以后父亲买你的坟葬，你万不听我的。
姐，啊，姐姐，大姐，这是新到的回州香了，这是加了药，可为小姐送来。多谢好了，妻子送一些孙子来，我叫妹妹等着要用你。好。妹妹，这是刚送来的茶好香啊，我娘哦，你安心的谢姐姐，宋姐姐，宋姐姐。
亲亲问好，离忘记里不若情。问妻梦老长思念，弟弟成了断肠人。虽然是官梦里波难应记，我自己曾来282年，送我姐姐出火坑，还我姐姐清大名。你既为其所门啊兵，今个你神机为其上风花，那你归安领谁命？姐姐，我没有谁啊，我姐姐没有谁，你与我上联名，我姐姐没有谁，我没有谁，我没有谁，没有谁。你往哪里去？我梦见弟弟被神抓去了。不要紧，不要紧，人家是梦子相反的呀。梦子相反的，不要紧的啊。我叫新弟弟，要新弟弟。妈妈一定帮你寻到弟弟，一定的啊！只要你呀，就多谢谢神长，神快，你去拿些好的来啊！好。你是报恩寺见过的大帝，你是神快神公子恩人啊！你怎么在这里走起后浪来了？真是夜夜难寻啊！我家为乃父宗子，爹当于中娘有事。来福定有情多于归不及，无奈我全做波浪独生子。神魁，你可不能消沉。事到是事，我也无奈呀。我们从你一辈子里。为啥不愿去送进一回去做我的弟弟吧？弟弟，
弟弟，本村用不了200两，有配不完才停息。弟弟，10年前我有幸触动到恩子，你曾经我们领神经。心境谈着谈，浮流比报心难平。千年前你有等我做一品，我是苦莫一往尘。是弟弟再次救我特苦尽。千年日月千年恩，你把这里为人上的难事话到现来，又叫我读书上进呀人，今日我把恩一报了冤啊哩。姐姐，我怎能再受这儿把你当初在异乡的亡命，我埋身身他200两银，今日里我在生落根来源，上门买文来赎人，我三父亲人同相依，我始终把你当亲人。此经送你应是去，这200两恩你。几生情，弟弟，你快好了吧！弟弟，医生，快好了吧！弟弟，你思念梦明，伤人痴，心中痛楚听我知。因为我你藤长师父亲身教，一腔心血来请啊子，如今你经历烈有情，手里带兵来时时，恨我眉头青灯下，只图功名放里子，功名我比太宽松，今天我来可再靠一步子。贤弟，此话差矣。7年
你们为己死心困苦，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你们出世之道，心理死皮，接受阳情。难道这7年心血，助人历尽？这7年心血，父子亡羊不成吗？弟弟的教诲我铭记心，今月2夜我必人忙，为着为积极不计较人罪，我怎能低声逃避？大路上为己事一把苦楚诉心头，3分喜皮7分愁，自己的病情自己知，言语不必为天千里行程。
看还是那样的贱呐！老了，老岁老向今早，为民子女好。都怕啦！哪里？即使经商到武林者，都要来况况富财女儿。是吗？看看你家三两姑娘哦，三两姑娘好吗？就是她身顺，乃文为生。哎呀，张大官人啊，你是哪里知他好？自从神魁上京之后，善良他分赃不息，营生难尽。哎，这真是野花不种，年年有，烦恼负担实生啊！自尊三两姑娘，立身不足一花女，又不肯提笔来头，那你留她无用哦。我看我收成同理，我也送情啊！7年了，怎么？我上次陈万岁一句话，愿出一切呀。请我做过赛吧，妈妈你看。哎呀，你这不是在问我的要钱是吗？妈妈，听说沈奎已经中了状元，官封大夫去过。三两姑娘迟早总要跟他走丢，这是真的吗？千真万确，你要找当事人喽。神魁在此，我有当有马，不让他做事。事情要是他真的中了状元，风凉生活，定要把善良摘去的呀！我啥事放开月落，放开风，西国神采两头空。要是不放正三娘，那陈佩自跑是难用。好在那位自报上，我把三娘在宽中，加上高不偏成教，管他70年半功，我一面管夸把三娘美，一面报喜发成松，谁说神魁已告终，叫他关进去相公，自古强在先小事，一曾经我远走高飞，逍遥他乡，万事那被一场
原来福陵郡傅成元有一烟花女子甚善良，被卖于制刀商张子成为妻。可是文契上面亦无红笔劝牒，而无官兵引信，而这文契之中却加了张200两银票。公子要本罪丢上归阴，将那女子顿与他为妻，这算不算吞赃？这算不算罪贿？这宁知睡也罢，不睡也罢，那妓女能跳出火坑，总是件好事。本州理大成贤，下面听了，说去常州客店将剩3两带来。姊妹安家200年，不与我心坎地不宁，花枝月下空上枝，莫非是眼看过你是有神？我怕是太死心也了。想我里这你我怕早看苦，一朝风涌得成心。我乃是新婚出上人，便可引人出本意。归梦是悲岁与初心，长久于是不中衙门。一生清白，一生悲，这世道苦水本的情淋淋。我想得太高了，妓女容两分好事，虽然人民真为一人，须知遇到不顺遂，我上天理秉公正。丁大人，本怎样带走？带上来。是。恨报儿恨可不成心，若是上当有家牺牲，换对他出上公平，坚持着老thân苦。老爷先生，小女子身上
三娘，是谁将你卖于客上？当家宝儿。既然是此，理当跟那客上前去。小女子不愿前去。此虽送粮与何不好，真是不愿。小女子有下庭必禀，由你讲来。大老爷，用叮叮。14岁陪天落风尘，我不愿下前进卡城，埋坟必成了要情事，才保险善良心他城，今这里宝儿风尘美。官地将我埋于房子城，马老卡年近70是风险中，我三娘24岁真清纯，遇到是城中我不过是人，老夫少女真配婚。三娘，想那老客虽已年近70，可他乃是知道上人，家在藩官，你到他家想不灵的荣华富贵，有哪一点不好？荣华是言，富贵是云，小女子的心不会被那荣华富贵所动。你莫要错过这种良机会。我宁愿为夫成冤，也不跟那张子成前去。夫人，你官员落水为妻，岂不与你父母养有之恩？小女子泄露风尘，却被人丧失廉耻。像那张子成一场在世，将我骗卖到此，我要出容于他，这才与我的娘养有之恩义。当当知报上，好意说你容良真是骗来，你实在要降罪，定用大营审理。大老爷，你几次三番苦苦跟我才拿张子成先去，莫非你得了他的好处不成？一句话，触进我心底，刀鞘锋利问其经。大胆樱花滚顶罪，不是引发你不死心。来了，将子先生张罪释出，去吧。三娘，你去死不去？大老爷，为国领事公道，不图名利在为高，保边情所须分明，莫把是非的不颠倒。大胆调拨金贵，东方吩咐报销公道，这完了得！来了，甚大！
公臣。陈良，你到底去是不去？是不是他老爷却当小女子？只是刚到家境，不也捉不先去？好一张理亏！当让营业文气写得明明白白，岂为却断了呢？请问这份喜当面可与小女子亲笔画押？不也可以官定情形？对本罪给上官仪。来，这份是从武廷镇所写，要给官员以武廷镇所给，历史上的长征，这怕给不得官进出库。陈良，你再三不肯离开武定罪，莫非在那里还有什么牵挂不成？别无牵挂，武定罪与我的兄弟。哦，明白了。待本罪将你的兄弟惹来，我李一同跟随那府上前去，既地也可早日相见，你看是否？我的兄弟只怕你算他不同。不是，刚刚长罪衙门，难道算不懂一个烟花女子的兄弟吗？我的兄弟也是个做官的你兄弟做官？哈哈哈哈哈哈哈！一个烟花女子的兄弟也做起官来了。我兄弟不但做官，还是个大官。总不见得红布一样是个扶贫之罪吧？我兄弟的官比你还大，衙门比你还宽，机关比你还大。难道是少丁清查不成？正是八不清沈良，你那兄弟哪能做巨大人事，形容你的夸夸将来，总有一言差错，难免使用大义。大老爷，请听讲。我兄弟家子年节总苦吃，一层年间得儿民玉璧钦点新八府山东茶坊4万民，查问他是哪一个兄弟的名，这是他烟花堂里下人女，哪知他兄弟是恩怨陈大成。你知道冰封的雷你儿大谁知大红他替天女来呀，会不会滚过昆虫？对呀，我想沈奎大人身为新官，请让他节节落水为止。分明是将他当起了，为那新官来向我。沈良，
女神大人可是一目懂吧？非也，莫非是说把这的？也不是。出路！大胆真善良，女神大人不是动报虽说，而不是说把这的，分明是心亏无言，欺骗官府，这完了得。我完有下情必比。笑。我与神魁共是天涯人我身，自然起集体称，寒门与孔子相对，万难相持臣子意。为是神魁若成器，我自助他发奔破世人。我言那是经所是少得能，烟花女无情子众先生，昔日一道水机灵，数年3月苦冰心，8月为是不尽人，且惜他3天家常中头领听他言道，他不但是沈大人的恩弟，而且我是沈大人的恩师。不对呀，我想这个女子有谁家恩也是有的，可以叫不出上院来呀。此话你必可信。沈善良，你是曾是沈大人的先生，不知你教他些什么？究竟是资质不佳，教书法梅花算题。梅花算题，想着梅花算题，我自能写，难道他也能写得？我自己能上手手写。沈善良，本只要看你梅花算题写的时候，可非当堂写了。请老爷私下毕业。来，去本郎氏包与他。请老爷再赐一只狼好。真要一只何用？小女子是有年纪，双手能写梅花算题。能上去写诗吗？再加一次。天地之大，福气保佑，姐姐上水能写，人家也能写得，才把烟花女子凑成为姐姐，岂不能够笑呀？
将我家虽有历史资本这一古今，外人不知，我方问他也尽在身。来，将本罪的这一古今取来。沈三娘，本罪问你这一古今，你可通晓吗？刚才要我事先梅花算计，此今也问这一古今，莫非不会，我已是门中，不为此次掌官。你真不伟大，老爷这官分类，已经落入四卦，第28卦无名怎样讲的？第28卦名为大功，理有冤枉恨。是啊，苦养身体，老夫的少妻夫不利，恩此而言，老夫少妻没有什么不利。老爷枉的亲人亲孙断句不明，寡民大夫是这大大的过错，寡问老夫的少妻夫不利，主是这不应有这样的事不利，事实上有此事乃是大大的不吉利。总而言之，第28卦老夫的少妻乃是大大的过错，大大的不吉利。沈三娘，你此种自节从何而来？小女子这种自节，自我一家，与众不同。你说的是哪一家的一经资本？家有祖传历史资本，共有3种，小有兄弟，有上有说，有人出去，历史出谁的什么？先不也退打！请四岁家父在后的现在你。李凤，你团长多少？你团长多少？儿八两，孩儿8两，见佛
公子这年岁中不应心啊，可怜我被偏见了谁风尘，家风诉情啊配，是多种明心送去满相赠，前世埋恩天地草，要一步测你的莲花，我算父曾远走人山两，心心相念，离亡命。起笔来相差你，彼此你梅花算是苦短啊真，翻开丝绢相差你，不知你寒窗夜头苦用心，即是那色土的小子飘的是学生遭东升，审判啊夜等，掐不了今晨相逢，谁上演他鸟美玉貌生美心，想不到心底事事不关心，我虽是烟花女子到清华，你恰是堂堂之子说神经，海上无沙有旅行，农村那灰烬，村上轮跑北不寻，村上买房根根，好阳上大王了通气，压杀女佣他心，不怕你一言之魂气，让武将书店王主快天不生，上天两层天不起啊！
况我终身未归，不把两兄弟自己招吧。沈三娘，冤枉啊！恩弟先生，就小弟也罢。妈，你是当年的神魁，还是今世的神魁？恩弟，这是何意？啥是当年的神魁，我还受得起的一番；啥是今世的神魁，我就受不起了。小弟乃当年的神魁。恩弟，我曾派人去府定州见你，那宝儿生意不在人世，但不知姐姐又是何来到这沧州衙门，在这里当官司，眼底可与您子借一些就为止。要他何用？可恨当家寡妇将我卖与张子成，我不愿先去。谁知沧州之妇他团章社会，用银奖给我家，眼底上有银子送一些与这位老爷，免得姐姐再受苦因。是，好。常州知府，官官做事太不该，与雄心宽先生，我自山举兵难轻托，活下去。哎呀，姐姐，姐姐，出来！退到。恩弟，他就是你失散多年的同胞兄弟。真是，请按国法来定罪。恩弟，李凤鸣团长王法，本应免谈。这是我向恩弟父母造法，姐弟有13多年，赢得今日重福。更连读书之人，这功名来之不易。既是错犯，又是恩弟的亲兄弟，你将他官降一级，一作境界，也就是了。要是他不是我的同胞兄弟，你
是神听君听，君听神听，这官场之中只有这神听君听，不本小弟立志心里是比皆所扬起。李父命他给当无情，啥是律法送免法办，啥是错法下之为民。是此大人亲上书，三两去你三绝大事，哪三绝？他初登仕途天社会，育才当家无纱帽，王子犯法是您从公，你要执法是凡事公堂。这儿几岁岁不曾愿意买盆上，总是生落平康。你官风中借我本婴儿发亮，说你几经成堂。哪三？这三么？为记住你的三章，你娘我带了封民簪，安家乡，苦茶不饭，把日子过，做一个神色清贫之高尚。10年来，他生死轮，飘四方，父神教诲万同样，十座山城千古恨，回头真是好时光。这真是做官容易生难，我要在大地在身旁，从今后到是做成从起头，只要他不做虚妄做栋梁积极之法不寻情，这是据我称一称。我刚被乌纱边谁归，谁有应得难分了。交换印章不关平，请大人按理执法无冤偿，无冤
做事方成真，今日你叫我秉正叔公他。君子的君子为啥我被